各位同學，7.3就係家庭變遷對健康嘅影響。屋企啦嘅改變啦，咁我哋咧係要識嘅，先識咧就係家庭結構，即係家庭有咩類型嘅家庭咧。咁第一樣嘢大家都好熟唔陌生嘅就係核心家庭啦。咁核心家庭咧就係而家差唔多好多個家庭都係嘅，因為各個嘅私隱啦，因為嗰個地方啊住屋嘅問題啦，咁好多都係核心家庭嘅，就係對配偶啦，即係父母啦、母親咧，同埋子女喎。咁記得咧，一定要有子女，咁呢啲先叫核心家庭嘅喎。好多時咧就係成日以為咧係得兩公婆嘅，兩公婆唔係屬於核心家庭嘅。咁另外一個咧都順便喺呢度講埋咧，就係我哋公開試都有會考嘅，就係單親家庭，就係配偶其中一個，即係爸爸媽媽就唔喺度，咁可以係因為離婚啦，或者因為病啊，或者意外而過身嘅，咁即係得一個父母，其中一個同仔女一齊住嘅，咁呢個咧就叫單親家庭嘅。OK， 係住埋嘅，我哋成日講嘅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擴大家庭。擴大家庭咧亦都叫延伸家庭。咁點解叫延伸家庭？延伸家庭好附嘅，就係核心家庭所延展出嚟嘅。咁呢個擴大家庭咧，就係由兩個或者多過兩個嘅核心家庭，透過咧親子關係。咁點為之親子關係咧？就係喺呢度啦，呢度係屬於親子，因為咧呢度同呢個父母咧屬於咧係一個家庭嚟嘅。不過佢下一代咧，雖然咧結咗婚咧都住埋一齊，因為所講係住埋一齊，然之後佢有另外嘅下一代啦。咁呢個咧就係叫擴大家庭。咁香港而家其實比較少嘅，以前咧就會多，譬如有啲圍村啊，或者係古代啊嗰啲咁，成家人住埋一齊同一個城市嘅嚇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主幹家庭。主幹家庭咧都比較常見嘅，就係祖父母同埋咧父母啊同未結婚嘅仔女，即係呢度啊。咁係屬於三代就係家庭一齊。咁呢個咧就係屬於主幹家庭比較多嘅，因為可能幫手照顧啦，啲孫啊嗰方面啦，咁所以比較常見。但係呢個都係屬於延伸家庭，因為都係核心家庭延展出嘅。另外一個咧就係重構家庭。咁呢個咧其實都比較多問題出現嘅。呢個因為咧就係離咗婚之後再結婚，咁唔係同一個，係另一個揾個第二個再結婚嚇。咁但係咧係有前一段婚姻嘅仔女喺度。咁譬如呢個啦，即係呢個媽媽帶住前一段婚姻嘅仔女同另一個男人結婚。咁而仲有咧就係佢哋兩結咗婚之後有個仔女。咁呢個咧係唔係好大嘅血緣關係嘅仔女。咁呢個就係重構家庭。咁DSE 都問過咩叫核心家庭啦。咁嘅頭先嘅定義咧就係有子女住咗一齊啦，同埋問過重構家庭，即係離婚再婚，同埋咧有前一段婚姻個仔女嘅。咁17年嘅 DSE 問過延伸家庭啦。咁延伸家庭咧就係一個核心家庭，同埋咧佢啲親戚或者多過一個嘅核心家庭組成一齊。咁延伸家庭有個好處嘅，就係可以互相幫忙啊、支持啊。咁呢個咧都係核心家庭冇嘅。咁但係都有唔好處咧，就係佢住埋一齊咧好多個衝突、好多爭執，或者係冇乜嘅私人。呢一個咧就係小測啦。咁要填翻啦。而知唔知呢個係咩咧？我哋頭先即係圖片係4個，咁另外一個咧5個。呢個咧就係得一個成年或者一個父母啦同仔女住嘅。咁呢個應該估到係咩啦？咁另外呢個咧就係家庭瓦解啦。家庭瓦解咧就係可以離婚啦，或者咧就係因為因着病或者意外咧，另一個父母唔喺度，瓦解咗個家庭而引致嘅問題嘅。咁呢個嘅問題咧，主要係都係講下一代嘅子女啦。咁心理方面咧，子女係一個創傷，一個經歷喺個心裏邊就好大嘅遺憾啦。咁另外咧社會適應咧，就係佢揾到自己角色啊。因為佢可能冇咗爸爸或媽媽咧，咁佢就會嘗試咧去做代替個角色，即係
如果係阿爸唔喺度咧，阿仔咧就會去代阿爸嘅角色去照顧阿媽啦，或者阿媽唔喺度咧，個女會代阿媽嘅角色咧去照顧阿爸啦，生活起居飲食啊各方面咧，咁呢個就係不恰當咁樣樣。其實佢係青少年人，但係佢已經扮演咗成年人嘅角色啦。咁甚至可能會管父母啊，咁樣都會出現咗嘅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關於佢嘅成長，就係將來咧，佢因為嗰個創傷嘅影響咧，佢好難同人建立一個親密關係，尤其是可能係離婚啊，或者甚至有家暴而引致到離婚。咁佢咧就對陌生人咧就會嗰個原生家庭嘅關係影響咧，令到佢啊好難有建立一個親密嘅關係將來。咁啊 DSE 都問過啦，如果離咗婚之後咧，小朋友個人發展啦、心理同社交影響。咁呢個咧就係啦，心理咧就係冇安全感啦，缺乏留咗個全先，安全感啦，咁啊同埋咧會有個形象低啦、自尊啦同埋創傷嘅經歷啦。咁啊社交方面咧就將來咧比較難有一段親密嘅關係啦，因為對嗰個婚姻有負面，驚行翻以前父母嗰條路啦，同埋咧被逼扮演家長角色啦，或者可能原生家庭係有家暴嘅，咁佢就會學咗係即係咩都係以暴力去宣泄情緒嘅。咁呢個咧都係嗰個小測，咁啊講翻家庭結構嘅轉變瓦解啦，其實引起嘅問題，咁都係頭先嗰啲嘅。OK。